刘大主编，这个网上攻击我的事儿，你一定要帮我解决了。对，找10家媒体把事情彻底的澄清。果果小姐，网上盛传您的豪俊游艇项目后期的投资者没有着落，这件事是真的吗？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里投集团的齐志强先生当众承诺会参与我们的后续投资，相信各位媒体在发布会上已经见证过了。关于目前在网上出现的一些不实传闻，我相信一定是竞争对手故意抹黑我们的，希望大众们不要相信。另外，投资方在这个月底就会将投资款拨款到位。如果各位还有疑虑的话，可以向齐志强先生核实。媒体采访，还是你去吧。这李晨果果想干什么呀？新闻发布会都做完了，还要媒体采访我们干嘛？网上的消息不是你也看到了吗？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配合他们做危机公关，澄清这件事情。必须配合，凭什么呀？兰卓，我这可不是干涉你啊。项目到了这个阶段，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你必须要拿出和当时新闻发表会上一样的态度。我为什么非得听他安排？我为什么就不能按自己意愿做事儿呢？我们有这个义务。你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发言人，你必须出面去应对记者的采访。沈总，请问卓然公司打算什么时候对成果公司的项目进行投资？对方说月底就能进投资款，请问是不是真的？我沈兰卓从来没有说过准确哪天会把注资投到成果公司项目里。还好今天媒体都是我的人，这个沈兰卓居然这么回答媒体的提问。大成，你说沈兰卓这么回答，会不会是因为齐志强他想反悔，故意让他这么说的？听说李小军要辞职了，你知道吗？他要辞职？我不知道。你跟他不是挺熟的吗？你有听他说过，是对薪水不满意，还是对工作环境不满意，或是他有什么其他的要求？这些都可以提出来谈的呀。如果他真的有离职的意思，那我希望你去跟他谈一谈，把他留下来。我记得我问过你，进了公司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公司的利益。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为公司考虑。你想想，之前项目失败了，如果这个时候再有大幅度的人事变动，公司肯定会人心浮动的。所以，为了公司整体考量，我希望你去劝劝他，把他留下来。你不能辞职，我为什么不能辞职啊？为了公司，为了你自己的前途。我只是公司的一个小财务，我能影响公司什么呀？那你也不能辞职。就算是为了陈总，你也应该好好在公司待着。为了程总？为了他什么呀？是他让我把你留下的。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那你有没有顾及一下我的想法呀？老婆，我知道我做了一些让你误会的事情，让你不开心了，我自己也活该，就千不该万不该的，就是应该把事情说清楚，所以我必须要辞职，证明我的清白。那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家，
你就好好在公司待着。我想每天能和你一起上班。说你能不能成熟一点？我们的感情出一点问题，不要去辞职，你就对我们那么没信心吗？那你说我不辞职我怎么办？在公司里面，我又怕被别人发现我们的感情，我又要担心你，还要担心公司。在家里，我还要把妈那边安慰好，还要把你这边安慰好，房子的事情。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你不容易，快点吃饭喝点。袁经理，这是陈总要报销的发票，你准备一下，我一会儿过来举报销款。哦，好。我的妈呀，这新来的老板也太能乱花钱了，这是他自己花的还是给王可可花的呀？这账怎么做呀？李小俊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说实话，他自己也舍不得干了5年的公司。他说只要不让他再去卓然公司，他愿意回来上班。又麻烦许珠下来视察工作了啊！哼，这是我的工作。其实公司现金流怎么不正常？这您得问程总啊。那账上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李小俊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他人呢？他呀，他最近一直不太正常，这2天还跟我说要辞职呢。辞职？集团没有收到他的辞职报告啊。这具体情况我也不太知道，他就是口头上跟我说了一句。他为什么辞职？不知道。工作不正常？难道是工作上出了失误？这倒没有，他工作一直挺认真的，就是被外派到投资客户公司上班以后就不太正常了。这李小俊被外派？是啊，程总安排我这么做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是程总说了啊，不让他回来上班。记得吃药啊。Baby 怎么对你说 I miss you Baby 怎么对你说 I love you 只愿牵着你的手走到海的尽头一起做一个做不完的梦 Baby 怎么对你说爱你还这么严重的？那你赶紧把这个药喝了，晚一天就好了啊！我还是没有开口，只剩独自一人静止在风中。哎，小俊，小俊，你这是上哪儿去啊？妈，我去上班啊。你不是说你要辞职了吗？你还上什么班啊？
我又不打算辞职了。儿子啊，你好好告诉妈妈，是不是那个姓沈的女的抓住了你的什么把柄，所以你就不能辞职了？妈，我能有什么把柄落在她手上？我去上班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肯定是这女的电话。喂，你好，是李小俊的。什么？公司总助徐总。哦，徐总。怎么了？催着要利息的，500万投资款的利息，还有上个月融资的钱，下个星期也要交了，还有公司的运营费。天哪，我都不敢想了。如果是这个金额，我暂时还能应付得上。可是我们也不能总是这样吧？要不我们还是找其他投资商吧？我只要齐志强的钱。在骑士公司期间，你是不是被外派到其他公司了？是，我被外派到卓然公司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派你去？因为公司跟卓然公司有一个投资项目，投资方是卓然公司，所以就把我派过去了。卓然公司和骑士公司合作了什么项目？是一个游艇投资项目，投资好像还都挺大的。这件事情集团知道。卓然公司后来转投了另外一家公司，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具体的事情我还真不太清楚。小俊啊，你在公司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呢？我只是想找一个更大的发展平台，现在家庭压力还挺大的，我希望集团能够理解。你在公司已经5年了，大家对你的能力都很认可，所以集团希望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哎，陈局，你怎么来了？集团有没有找过你？集团是找过我，集团是不是在调查程总？看来，集团对程总和对之前方总的态度是一样的，估计出问题了。哎，小丁，你看这票据。这是谁的发票？这个发票是有问题的。程总花的，要不就是程总花在王可可身上。要不你去问问程总。程总，这些发票如果做在财务里面是非常有问题的。是吗？集团对我们财务考核非常严格，这个您也是知道的。如果财务这么混乱的话，集团一定会过来找你的。石柱，这个项目初期我们公司确实是要跟卓然公司合作的，但是你也清楚，我们集团里面申请资金的流程太慢，以至于耽误了市场先机，所以卓然公司就把资金转而投给我们另外一家竞争对手。你说的是成果公司？据我所知，是的。你和卓然公司的关系很不错吧？不然怎么会调李小俊过去呢？这是在2家公司合作初期，对方的公司没有一个合适的财务人员，我为了争取投资方的资金，所以才做了这样的安排，这是一个权宜之计。卓然公司突然转投一家刚成立的公司，而且他们的项目和我们几乎完全一样，这件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是吗？当然没关系。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卓然公司沈兰卓沈总。程总，我想问一下李小俊辞职的事情怎么样了？这件事情没有必要再讨论了吧？看来你们成果公司不缺钱了，是吗？沈总，您都已经把资金投给我们的竞争对手了，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谢谢。喂，不好意思。你程大成找到其他投资方，就不把我当回事了？集团找过你了，那他们知道你和成果公司的关系了吗？新公司注册的法人名字是你，新闻发布会也是你开的，他们能有什么证据？他们主要问的是我跟投资客户的关系，所以主要问的都是卓然公司。你们集团也真行，自己不投钱，还调查你找的投资方。我跟集团调查处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沈卓然刚好打电话来，我对他说话很不客气，所以我想集团的人应该不会有其他的想法。那这次沈兰卓肯定气死了吧？只要能够稳住李小俊，他高兴都来不及了。怎么了？我觉得后面那辆车跟了我们很长时间。我帮你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成？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我电话里得罪了沈兰卓，他故意找人跟踪我们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简单了。我去找他问问清楚吧。我去。今天集团的许叔找你，是问你关于辞职的事情吗？对，但是好像集团更关心的是卓然公司为什么取消了跟骑士公司合作的游艇项目，而转投了成果公司。沈总挺忙的呀，手机也不接。你不是说咱俩没什么关系吗？那天说话不方便，还请沈总见谅。不方便，是跟新的投资人在聊合作吧？沈总误会了，那天是因为跟集团领导在一起，我总不能在集团领导面前提到沈总跟成果公司的合作细节吧？细节，我没有答应过，具体什么时间投资你们成果公司的项目呢？沈总，您希望李小军留下，他现在也不离职了，你应该不会为了这么小小的一个误会，耽误这个项目的进度吧？你们公司也是一个有实力的财团，你干嘛不说点好话，让他们投资呢？说出来不怕您笑话。
立威集团的现金流紧张，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再说了，在这个项目上获利最多的，无非还是沈总，以及您背后的祁董。所以，是不是能够照着双方合作的诚意，继续向下推动这个项目呢？可以啊。那就让李小俊和王可可离婚。投资20万，一个季度能带来50万的利润。啊，是的，金总，我还见了新的代理商刘总，他们想和我们谈更深入的合作。可以啊，健健，上次请几个代理商吃饭，咱们公司那么多销售，就独独都认识你，而且直夸你聪明能干呢。金总过奖了，我现在是找到了做销售的新的门路，希望以后可以越做越好。大家都夸张健健是只潜力股呢。金总，那可不可以鼓励一下？是这样的，我还带来了新的商业计划书，里面详细阐述了开拓代理渠道等新年度的工作计划。金总，你看一下。其实，做代理谈一家也是谈，谈几家也是谈。我希望以后可以多开几条线，同时开工。这样吧，健健，你下午去财务部领20万，作为你开拓新渠道的投资定金。谢谢金总，谢谢金总。倩呐，你上次跟妈说要带大豆子单独过，你要是真的搬出去了，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豆子这个病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你一个人带不了孩子怎么办？实在千不好万不好，他总是大豆子的亲爹。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要是孩子问你要爸爸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啊？妈，我没有要离婚的意思，我只是想让大豆子暂时先换一个环境。妈老了，真的不中用了，以后这个家呀，就你和实在过。健健愿意帮衬着他这个大哥，你们的日子就过得松快一点。再过2年，健健结婚了，你们怎么办？真的得好好想想出路呀！一想起大豆子这个病，我就难过的睡不着觉，堵得慌。妈，你别难过了，我知道你的意思。那你就别走了，你刚出院，也得替自己的身体着想啊。你住在家里，妈可以一边照顾大豆子，一边照顾你，你说是不是啊？我的儿子我知道，他就是工作不顺，咱们2个好好劝劝他，也许啊就能把他劝通呢。老赵，干嘛呢？早玩一圈去。不去了。啊？是不是上次输太多，不敢去了呀？谁说的？我这最近啊是在琢磨着做投资，没顾上。行了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上次你输得多，光屁股回家了。我告诉你啊，玩我们这个得带足了本钱，带个3块5块怎么能赢钱？哎。还差1亿20万，要是这次成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喂，妈。健健，今天下班早点回来吃饭啊。啊，好。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你们听了以后一定会特别开心的。什么好消息啊？我这个月的业绩特别好，而且我提成也发了，而且我又谈下了新的代理渠道，公司决定投入20万做新项目，马上我们就能挣很多钱了。真的？嗯。金总啊，今天给了我开拓代理渠道的费用，一共20万。20万呢？啊，妈，等这次投资成功了，
1个季度就能挣50万，1年下来就有200万。我提10%，我1年就能挣20万。健健，你真的太有出息了。妈，等我以后赚钱了，我们大家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嫂子，我哥欠的钱也很快就能还清了。带这么多钱，你晚上就别走了。啊，妈，不行，我明天早上7点还约了客户签约，咱们家离客户公司太远了，我还是回宿舍睡吧。呀，那你可得注意安全呀。嗯。哎，哥。哎呦，健健回来了，咱们好久没见了。啊，是啊，我最近挺忙的，本来今天回来还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呢。哦，哎，咱们好久没见了，走，陪哥喝一杯，咱们好好聊聊。哥，我明天早上一大早开会。哎呀，走了，走了。老弟啊，咱俩好久没有这样坐下来聊聊天了吧？是啊，你现在顺风顺水，当上客户经理了。哎，这名字听着就排场，难怪妈一直表扬你。哥，你就别夸我了。其实吧，我跟你说，积累还是有用的。虽然吧，到这公司时间不长，但是老板现在相信我，什么事都让我做。我跟你说，我觉得以后啊，我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喝。是啊，你想想小时候啊，家里条件这么好，我这是吃什么都让你一口啊。哎，不说这个，哎，今天高兴，来喝啊。哥，我跟你说，哎，你是我亲兄弟，以后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觉得以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来，干杯！喝。走一个。干杯！哥，你回去吧，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不用送我了。这样你行不行啊？我送你回去吧。哎，不用，你赶紧回去睡觉吧，回去吧。张经理，早上别忘了来签约。我听老板说了，有一家想找我们合作，代理的产品和你们差不多，你早点来啊。好。钱呢？带这么多钱，你晚上就别走了。啊。
合同签了，今天就把定金打过来吧，这合同就生效了。另外一家化妆品公司我们就回绝了。谢谢李总。李总，你看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那个定金我可不可以晚2天打给你啊？是因为我们公司走流程还需要2天。您放心，我愿意把我的提成的20%拿出来给您，你看怎么样？那就好吧。喂，靳总。健健，渠道代理商那儿谈的怎么样了？啊，我刚才跟李总开会了，谈的特别好。那协议签了吗？签了。太好了，健健，我果然没有看错你。谢谢靳总。这个渠道代理商一定得重视，今年占我们公司很大比重。如果谈成了，我一定给你包一个大红包。谢谢靳总。好，先挂了。哥，健健，怎么了？哥，我们昨晚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后来断片了，我包里的钱你看到了吗？钱？什么钱啊？哎，昨天我也断片了，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怎么了？完蛋了！哎，健健，怎么了？哥，我把公款弄丢了。啊！大成，项目已经启动有段时间了，先前投入的500万，加上开出去的支票，里外里加一加，差不多有上千万了。眼看着支票兑现的日子就要到了，现在卓然公司还没有动静。我在想，你要不要去找沈兰卓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集团查我查得很紧，我现在不方便做这样的事情。喂，许特助。程总，卓然公司新投资的游艇项目和我们其实公司之前投资的项目方案完全一致，是不是公司里有人把方案给了一家叫成果公司的，或者是程总和这家公司有很特殊的关系？沈总，齐董在发布会上当众承诺会投资我们的项目，这是我们的合作协议书，劳烦您签署一下吧。我想请问是什么电话让程总这么不方便接呢？私人电话，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公事。许柱，以一个专业经理人的身份，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和成果公司没有任何联系。其次，私人游艇的开发项目，说实在的，能做的就这么多。我们的竞争对手开发出了一个和我们之前方案类似的方案，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但是如果你认为是公司里面有人泄密，我觉得这个事态非常严重。我绝对会在公司里面调查清楚。好，那我很期待你的答案。妈。哟，你这都买的什么呀？大包小包的。对，这个是给你的。给我的呀。对。儿子啊，来，这是给你的玩具。谢谢爸爸。哎，
你都没工作，哪来钱买这些啊？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呀？我这辛苦了一天了。哎，我进去睡会儿啊。老妈，饭做好叫我啊。哎，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倩呐，这2天心情挺好的吧？妈能看出来，实在最近对你不一样了哦。你开心，妈的心啊也就踏实了。实在这2天，突然间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哎呀，是啊，实在这2天情绪挺好的，可能是走出低谷了。妈，你就别担心我们了。你看，当初没让你和大豆子搬出去住，对了吧？实在现在回心转意了。哎呀，我的大儿子的事儿啊，算是落定了。小儿子啊，又这么能干。再过2年娶个儿媳妇儿，我这老太婆呀，心就安了。你看那一栋房子那么小，但是还有人在里面住。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也有他们的酸甜苦辣，我们并不太了解。但是他们为什么还住在那里呢？这就是因为爱。你想说什么啊？我知道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容易，你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工作，也付出了很多，也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我怕你在生活当中还有工作当中会受到一些伤害，所以我有的时候可能会骗你了，但是希望你知道真相的时候不要太生气，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一下。那你想让我怎么原谅你呢？怎么理解你呢？就是不要跟我吵架，不要跟我生气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也挺自私的。你像你遇到什么事情啊，你从来都不跟我说，什么都你自己一个人去扛。可是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啊，夫妻就是要面对所有的事情，共同的去理解对方，共同的去面对的。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很多时候我跟你说了，也不能解决问题，对不对？那会给你添那么多的烦恼，那我何必告诉你呢？